杨振宏老师的创新，小贝罗汉滚哦，真的是效果绝佳，100分。这小贝罗汉滚哦，啊，头拄咱有咧讲，就是讲其实啦，咱的这人少年的军训内面啊，留真侪罗汉的经验伫内面哦。今仔日咱有春桃河的这个大师吼，黄王燕老师吼，带因春桃河一旁的人来去表演吼。我相信黄老师呢看到这种小贝罗汉滚也很有感触哦，就是说异中有同，同中有异哦。但是咱春桃河。今日咱是属于后滚的一种哦，来，过来是哦，咱的这个王旭乐老师哦，潘良健，伊的这个罗汉河。